准备老早，欢迎收看4月1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真。为着要应对美国的对顶关税，总统大清德和地方业者座谈，讲会确保国家的利益。那行政院长杜英台也去立法院专案报告，这南北两党是建议要扩大产业补助，普发现金1万块。 总统赖清德甲业界代表阿秀致意，因为美国关税问题，总统12展开产业探访之旅，头一站选伫台中，甲机械器具业者座谈，听第一线的声音。赖总统强调，谈判会确保国家利益，保护产业未来发展。马正是台湾是伫美国头一批谈判的名单。第一时间就将咱台湾的这个对策甲计划送到美国政府，咱台湾现此时。 是美国政府第一批的谈判的名单内底，政府会做好准备来和美国方来谈判。我们不怕竞争，但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韩国、日本24、25，欧盟20。这一次我们机械产业真的很怕是最后一根稻草。业者提出5项建议，包括稳定金流、放宽纾困、整合资源并简化流程运用、扩大内需市场、建立出口预警加风险监测系统，以及推动人才转型。也希望政府将阿美方90天关税减慢期，加协助业者出口等事项。行政院长杜英台嘛到立法院做关税专案报告，针对有关对美国谈判的人选，也甲台美协签双方贸易协定的空间。 这拢是关心的焦点。他如果能够代表我国过去来跟美国来做谈判的话，我们最近展开产业之旅，也跟个别的业者有一些沟通跟座谈的机会，去争取跟美国签订 PPA。两情相悦的情况底下，我觉得我们可以争取最好的一个对台湾最有利的一个位置。 另外，咱也嘛建议中央开放中客来台，扩大产业补助规模到2000亿，普发现金1万顶诉求，杜英台嘛正面回应。对的事情大家可以一起谈但是我们总要为国家的财政跟人民的需求做出发点。 民进党提议扩大补助，加普发6000，但是立委吴思瑶关心台美敢会因为关税问题拍板关系。杜英台认为，美国对各国拢是一套公式、一个计算、一个标准、一个结果。美国对顶关税唔若针对台湾，是全球头一届拄到的变局。强调台美关系也是持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 健保署打算要修法保障医事人员的薪水，若做因健保投保的金额无达到标准，这个医疗机构就无法度搁列入去适用名单。不过，这医疗工会表示，这病院歹经营是事实，这个规定可能会造成医疗院所倒规骗。再来看中国时报，有政大学生伫咧校内设立罢免联署站，引起争议。 政治大学讲袂使替特定的政党宣传，所以这罢免的活动是已经撤销啊。那中山大学鼓励罢免的海报互提掉，不过校长是强调言论自由，讲袂搁发生这款代志。落尾来看联合报，台中新光三越百货公司爆炸，造成5个人死亡，30多个人重伤。初步判定是12楼施工，甲天然气的管线挂断，才引起爆炸。检方传10个被告到案。 认定新光三越总店的护理等10个人涉嫌过失致死罪，以10万块到60万块交保。地方消息来看，昨早起高雄有一个94岁老大人赛车撞过红灯，害一个骑奥多拜的人赶要打洞转跋倒。这个老大人煞搁继续吹油门，这规台车拢冲入去停车场内底，甲另外2台车弄甲密密麻麻。因为这个驾驶是已经90多岁啊。 这侪伙人赛车敢有安全，也引起讨论。路口监视器看到，明明是红灯，但是这台车速拢无打动，速度真紧，一直冲，最后规台车弄入去停车场内底，将2台车弄害去。赛车姓刘查甫人已经94岁啊！早起，伊开车载因某经过复兴路甲六合路路口，疑似违规冲红灯，过程中也造成一台奥多麦急动，骑车的70岁查甫人跋倒受伤。这场意外3个人拢超过70岁啊！加载虽然有受伤，不过拢无生命危险。后续本分局将依肇事逃逸、过失伤害等罪侦讯后，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
这场车祸赛车到底是因为设计差，也是维护环境，目前也在调查。不过，也引起大家对集会人开车安全的讨论。其实，自106年开始，交通部就规定75岁以上的驾驶，不管奥多麦也是汽车，每3年要换1摆驾照。高雄监理所表示，因会主动通知，换照除了爱体检以外，嘛爱通过认知测验，包括时间地点的问答、记录样，也佮画出考试官所讲的时间。主要是要考验因对记忆，还有对手脑这部分反应的认知是毋是有正确安尼？因为你会第后脚肺炎，不敢换，也不敢开车啊。我即马来遮做志工，拢踏2个的脚踏车，连奥多巴我较无啥卡骑，因为安全起见。高雄监理所讲，对106年甲打，因拢总通知37000多人，有35000多人完成换照。像这位80几岁阿伯安尼自愿放弃汽车驾照的，嘛有8000多人。因为目前对换照并无年岁限制，到底集会人开车安全性要如何来提升，可能需要相关单位好好来研究思考。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关心国际新闻，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罗西亚顶礼拜去攻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家乡，发动今年以来上严重的空袭，上无20个人死亡，这当中有9个囡仔，也有70多个人受伤。另外，乌克兰要派人去美国针对新的矿产协议来谈判。那美国和罗西亚嘛要会谈，来讨论恢复双方大使馆的运作。Иди сюда. Ракета, заходи. Да все. Может, второй будет, блин. Куда попала, сука? 听到爆炸声，民众是惊到要死。俄罗斯测试向阳空袭乌克兰中部的城市克利夫洛，这也是总统泽伦斯基的故乡，造成至少20人死亡，其中有9个囡仔。迄天，青山的总统和一间饭店员工用随身的摄影机全部甲伊翕落来。根据乌克兰官方通报，伤者上岁只有3个月大，另外有40个人被送往病院救治，其中2个囡仔性命危险。联合国驻乌克兰人权办公室讲，这是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爆发3年半以来上侪儿童遭到攻击，也是今年上届死伤的空袭之一。不过俄方讲，攻击目标是乌克兰士兵，不过对监视器画面来看，根本就无任何军队。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各地来发动攻击。泽伦斯基讲，这显示美国这西方国家的施加压力有关无够。尽管安尼，乌克兰意外派技术团队到美国，对着美国甲乌克兰矿产的协议来展开谈判。泽伦斯基强调，乌克兰欢迎对该国矿产的投资甲合作，不过也是有上界限度，必须确保有平等的伙伴关系，并且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同时，乌克兰愿意支付上最500亿美金的费用，来继续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One thing I can confirm for sure that nothing in the agreement can be negotiated with Ukraine in a way that will undermine the existing commitments and obligations Ukraine has, including the financial ones within Ukraine facility, macro-financial assistance, IMF cooperation. 另外，就伫美国甲乌克兰准备谈判协议的时阵，美国甲俄罗斯代表车站是伫托尼基伊斯坦堡对双方大使馆恢复正常运作，展开5点半钟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讲，这摆会谈甲乌克兰无关系。同一天，美国国务院也证实，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提出辞职的讲法。布鲁斯讲，布林克的辞职也提醒美国应该爱努力，和俄罗斯甲乌克兰结束战争。另外一方面，由英国、法国两国主导，伫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召开头一场支援乌克兰的志愿者联名会议，总共有31个国防部长参加。不过美国不是联名的成员。这摆讨论内容包含派遣陆海空三军驻扎伫乌克兰的可能性，也佮加强俄罗斯甲乌克兰邻国的北约军队。也让英国是答应佮再提供乌克兰4亿5千万英镑，大约192亿台票的军事援助。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并且母公司美塔红亚康讲，因配合中国政府审查香港甲台湾用户的普文。这并且前总监出席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伊指控并且开发审查工具的时阵，互中国的官员参与测试，互因会当修改中国、香港和台湾用户的普文，甲一寡资讯拢查起来。不过，这美塔目前是唔承认，讲这是无影无迹的代志。
徛伫听证会进行时，美国前民策全球总监威廉斯也正手就抓。威廉斯伫美国当地时间初九出席美国联邦参议院听证会，替民策母公司 Meta 甲中国关系作证。Yet I witnessed Meta work hand in glove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construct and test custom-built censorship tools that silenced and censored their critics. 威廉斯伫2011年到2017年拜是民策全球总监，伊表示过去民策开发审查工作时阵，民策高层主管会定期甲中国官员会面，互中国官员参加测试，配合中国审查制度，提出会当互中国审查中国、香港、甲台湾用户的法文做修改哪吒过滤的审查工具。这款工具互一名总编辑有权利审查法文内容，佮会当伫新疆这特定地区关闭民策的服务，也是伫敏感日子，像律师天安门事件的周年，也是社会无稳定的期间关闭规个网站，毋通会当托互中国拍入去达180亿美金的中国市场。When Beijing demanded that Facebook delete the account of a prominent Chinese dissident living on American soil, they did it, and then lied to Congress when asked about the incident in a Senate hearing. 另外，威廉斯搁之前 Meta 捌考虑伫中国建立资料中心，向中国政府报告美国发展 AI 人工智慧技术的成果，违背美国的价值观，嘛危害美国国安。威廉斯形容萨克伯格是上面人，无底线的推动审查制度，更加毋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替头一个囡仔好名。对威廉斯的指控 ，Meta 反驳，关闭中国意义真书过门柜的小号，是因为使用者透露个人资料，违反民策规定，才互删除。Meta 的通讯总监认为，威廉斯的证词脱离现实，充满假指控，表示执行长萨克伯格虽然捌公开表示想要伫中国提供服务，相关的细节嘛捌互媒体大报道，也毋过暂时毋捌伫中国提供任何的服务。这届听证会拄好是伫 Meta 则是反垄断案件开庭审判的前几天举行。美国参议员霍利表示，会审查 Meta 是毋是捌伫国会做伪证，无排除甲事件交予司法部。公司新闻台是董朋友。镜头转来到国内，今年2月，一只有中国资金背景的挂牌船丰泰58号，甲咱的海底电缆拖登去，去互海巡警员押转来台南调查。这阵地检署认为，这船长涉嫌破坏电缆，依法提起公诉。其他7个中国船员是不起诉处分，会遣送出境。目前第2名人员平安登艇。今年2月25日，海巡署甲涉嫌拖动台澎3号海底电缆的西非多国共和国籍的丰泰58货轮查落来，佮甲几只船押登去台南的安平港。经过调查，丰泰58是有中资背景的宽机轮，船长8船员拢是中国籍。其中使用的船长洪基阿检验了后，台南地检署10日侦结，照电信管理法毁坏海缆相关设施罪来起诉，导致中华电信公司海缆系统受损，并影响台湾本岛与澎湖间电话、网络宽频通信使用。王姓被告始终否认犯行，饭后态度非佳，建请量处适当之刑。起诉书内面讲，使用的船长明明知影这个所在是咱国海底电缆的禁定区，但是同款拍定，而且佫使船伫海缆线顶悬做日行的闪动，甲咱台澎3号海缆交互灯，犯后佫无愿意讲出幕后指使船东的身份，态度真歹。另外7个当在收容的船员是得到免起诉的处分，会互关节单位依法来遣送出境。对这海委会主委管碧玲发文讲，海巡署已经强化重点海域的监控和执法，防堵这种事件佫发生，而且强调海缆是台湾的数位生命线，绝对袂吞吞任何势力用意外做理由来伤害台湾的主权。最近几年是一直传出咱国的海底电缆受损的事件。当来看今年1月，一只刻袂量级的中国宽机轮顺兴39，嘛疑似甲咱伫亚柳东北外海的海缆拖好登。另外，2023年，台马2号、3号海缆嘛分别互中国一个渔船和不明货轮交甲登去，造成马祖迄当阵对外无法度通信。这嘛引起美国参议员质疑中国的行为敢是战略行动，甚至是替侵台在做准备。They would do so likely with People Armed Forces maritime militia, which enables them to execute this operation without potentially signaling an intent to go to war, but by weakening the information enterprise of the states over whom they're
executing aggression. 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帕帕罗认为讲，中国确实是想要来削减台湾的自信能力，而且指出讲美国必须要侵入海南有可能防切断的地点，提升侦测和协助，而且建立备援网络，譬如讲发展低轨道和中轨道的卫星系统，嘛帮助台湾强化所有基础设施，确保台湾的通信未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前南投县议员嘛是中国配偶苏雪燕，和内政部依照违反国籍法解除议员的公职。这苏雪燕提起行政诉讼，甲内政部长刘世芳、陆委会主委屈随前顶人讨700万的赔偿。苏雪燕伊主张大陆人嘛是中华民国的人民，所以咱袂使用国籍法要求伊放弃国籍。不过陆委会是强调，这中国人毋是咱的国民。大声话口号将南投县中会议员苏雪燕进行予内政部以违反国籍法解除议员公职。不过苏雪燕批评中国方面无可能予因放弃中国籍，台湾嘛无提出解决的办法。在伊到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行政诉讼救济，要求内政部长刘世芳、陆委会主委屈随前等人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求偿100万。现任的这些的长官，他们带头在做违法违宪的一个动作，来霸凌陆配的一个公职的参与公职的权益。大陆地区人民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人民啊，但是他还没有国民的地位而已啊。陆委会故意不跟你讲清楚，故意跟你扭曲，然后呢，制造出一个说嘛，你必须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但是苏雪燕讲，大陆地区人民本来属有咱国人民，并不是外国人，是相关单位错误应用国籍法。陆委会7日已经反驳，强调大陆地区人民并不属有中华民国国民。宪法23条规定，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是中华民国国民。大陆地区人民，他并不属于中华民国国民。如果大陆地区人民本属我国国民，那我们就应该让他可以参加健保但是就没有。但是移民署已经向上万的中配甲中配2代发出通知，要求提渎职证明文件，若无要注销台湾户籍。海基会表示已经甲派卡手应对真济资讯量，嘛会加强宣传陆委会宣布的4种类型解套方案，包括去中国恐惊有人身安全记录的人，也是重大伤病行动不方便的人。104年1月7日开始，无去中国的人，伫中国出事就返来台湾定居，而且主张毋捌伫中国失职，经过主管机关认定的，就会当用签保证的方式代替。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会当看到可能火开甲真旺真水，不过因为可能塌起来甲可能是马共甲马共，较早若发伫咧墓边、厝边，就爱甲撤掉。亲像即款有歧视的花草俗名，有学者认为爱尽量避免。若台语学者嘛建议会当直接用本土音来读就好。橘仔色的花蕊，阁有淡薄仔青芳。即马当是台湾原生种可能花大出的时阵，但是因为台语讲起来甲可能外音，过去捌互人认为是歹记掉的食物，阁有大花含风草，俗名赤查某。古翠花阁叫番仔藤，其实这拢是有歧视的用字。其实台湾即马常常咧用的名，比如讲有一个物件叫番仔藤，其实就是咱讲的叫做树叶牵牛。番仔藤，你其实就是讲原住民较无好的用意啊。比如讲另外一个名叫做臭牛主，臭牛主的话，你就想着讲奇怪，那毋是臭公主，想要臭牛主。新的名是讲新号的名，是经一个较文雅的摕来叫伊的名。学者表示，因2004年去西班牙参加国际食物大会，过程都有针对食物号名讨论，大家嘛有共识，食物名若有种族甲性别歧视等等无公平名称，都应该改掉。台语学者嘛建议，食物学名会当直接用本读音。过去一寡因素，咱遮的事可能有一寡性别的这种，也是无共款这个偏见的时阵我的建议是大家来思考一下，有较好的名。较水气的名，会使来代表咱台湾新的台语的未来。搁着讲到这种学名，这是我感觉在学术上，其实这个学名完全拢会使每一字用咱的台语文的这个文读音来读，嘛是拢最好听的哦。食物学者表示，因目前已经整理出几百种有歧视意思的食物名称，未来也会发表成果，希望大家同齐来思考意思的用法，避免使用有歧视的讲法。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传统社会认为成家立业是一定爱做的代志，不过时代改变啊，通货膨胀钱变薄，若要结婚生囝，拢着爱斟酌考虑。下暗7点半，台记台青春咱的梦，咱的世代专题，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少年世代面对什么款的课题，咱的社会甲政府会当安怎拍算，帮助因改变困境。伫咧民主社会出世，经过过几2万字家庭困境的学生囡仔，即阵已经是30-40岁的青壮世代，因当咧行一条无啥好行的生计路，买厝、食头路、养囡仔，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为着兼顾事业发展甲家庭的关系，即马有袂少人选择以假离夫妻的方式来经营厝内，结合社福资源，还是厝内亲人的资源力量，请养囡仔大汉。我的职业是律师，主要也是会感觉讲事业的机会伫咧台北为主，暂时阮就是即马这样的这个模式来去进行。教育费用提升是即卖人毋敢生囡仔的原因之一。要安怎健全托育的制度，对家长也是想要招做爸母的人来讲，是件真重要的课题。毋但安尼，有的人佫必须要照顾时代。若临时有状况，常常要请假，这以现主时的政策，拢是看袂到的隐形的负担。我们看到职场缺工是一个面向，家庭里也缺工啊。最关键的因素其实还是我们整体工时太高了。那整体工时太高的状况，其实非常不利于有照顾需求的家庭，特别不利于这些女性。事实来讲，要生计嘛是一个问题。这10几年来，主体市场投机炒房地出公司失去平衡。厝价直直起，真正有住房需求的人无法度负担。若要找到好的、佮正常的空间，嘛是介无简单。台湾的租市场完全不公开透明，而且还很险恶嘞。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他们会因为房价变高，然后连租屋的金额都变高，那你要跟他含扣也不可能啊。行过人生顶半场，青壮世代爱面对的，除了父母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外，搁较侪是工课上的竞争、家庭责任，还佫有未来生活的挑战。若是政策搁较周全，对着时代的进步，这个困境就会转做后一个世代的希望甲力量。记者吴丁武、林建如综合报道。天气表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20度到32度，中部地区22度到32度，南部地区23度到32度，东部地区21度到34度。华岛地区19度到48度，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